了一有民众去台北市一间火锅店食饭，看到冰箱有几排黑仔糖伫尿尿内，是引起大家讨论。目前台北市卫生局是已经派人去稽查，发现有7项的缺失，已经要求业者都要限期改善，若无会以食安法来裁罚。就是这间伫台北市文殊公庙附近的自助火锅店，来到食饭时间拢是人，毋过煞互网友投诉，记者食饭时阵拍开冰箱要摕食材，是要讲看到规排糖咧叮当，引起网友的议论。因为我自己是外食族，当然会希望店家在清理卫生方面可以做好他们自己的把关。我们吃蛮正常，蛮好吃的，所以他们网友看到了，我就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。卫生局表示，自较早起已经去这间店稽查，自助区冷藏柜已经完成清理，无发现有病媒出现的痕迹。昨天就马上立刻处理。不过，卫生局检查发现，现场工作人员无伫工作簿啊，冰箱食材无砍掉的等7项缺失，都无可依事实提醒，只是心内有糖的统称食材出现此代表卫生状况无好，万一感染食材，可造成食物中毒。一般我们食物中毒都用急性肠胃炎来表现，症状包括恶心、呕吐、肚子痛、腹泻，甚至发烧都可能。冰箱食材未覆盖，冰箱底部未清洁，厕所未张贴洗手标示等卫生缺失事项，已责令限期改善。卫生局强调，这7项缺失已经要求业者限期改善。若复查依然无符合规定，会以违反食安法，罚达万到2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